有一位头家自北部回来家乡开店，坚持用德山在地小农产品、番薯、火龙果等等的食材，变做真有特色的饮料，嘛受到真侪民众和游客喜意。用我们当地的茶叶是不是真的不行？所以这是想让我测试我们消费者的心态，再来我也想帮忙，大家都帮竹山这个小地方尽一点力量。我想说，我也是竹山在地的，也是要来支持一下。这杯是用火龙果、番薯、牛奶做伙做的饮料，是头家为着让人客啉到健康果多元的饮料，用真侪时间研发的产品。除了当地的特色以外，我们也希望结合其他县市特有的农产品去做饮料。梦想跟理想真的是会有差距的，可是你怎么坚持下去，把你的理念实现，那就是你自己的心态调整。当来德山做出家己的品牌，唔但和在地农民互相交流，嘛希望将德山的特色推展出去，吸引更多游客来德山观光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